南韩伫昨暝一度来戒严，伫世界棒球12强赛摕到冠军的中信兄弟的成员江坤宇，拄好伫南韩的游览。伊第一时间来发布着落雪的街景，甲球迷、甲朋友来报平安。另外，来自南韩的啦啦队女神李德惠嘛拄好转去韩国。伊的经纪人讲，对台湾的工课无影响，这个月活动拢会如期来参加。 中信兄弟前期的选手江坤宇，才打伫世界棒球12强赛中拿下冠军。曹千人前往南韩旅游，是要放松一个。是为到昨暗，当着当地政府紧急宣布戒严，互球迷真烦恼伊的安危。是讲江坤宇虽抛出着落雪影片，经过戒严甲戒严，向大家报平安。看到伊的发言，民众嘛拢真放心。 就连出名的作家谢迪桥嘛，拢群声笑讲，江坤宇应该是现役的中职选手内底唯一一个经过戒严的老将。为戒严当到戒严，足足经过3点钟。球迷嘛拢真关心来自南韩的啦啦队女神李德惠，是毋是有平安回去家乡？大家好，我是李德惠。 经纪人第一时间就发出声明，李德惠人伫韩国，严格对台湾工课暂时无影响。卖早期参加12月活动，包括月底跨年舞台。若即摆南韩宣布戒严，嘛有不少台湾艺人最近拄好去韩国旅游。歌手柯淑芬9月才和伊韩国的翁婿庆祝因结婚10周年。 顶礼拜三，因忙拢伫想你，宣布戒严的同时，因拄好已经离境。过去南韩的天心，嘛写文章强调已经平安到厝。是讲即摆南韩的动作引起着真侪南韩艺人的不满。主持人柯志祥发文章表示，实在无法度搁再忍受。 资深演员金基天打出着饮食院总统的相片，老健讲，这将会红记伫历史当中，唔通走丢为见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